做关刀哦，太多门的这个关刀哦，所以呢是一出门哦，来做下多嘞吼，来，开始关刀。接着咧各位介绍。这套这个关刀啊，是咱台中老塑化斋吕松吉吊奖哦，这个看家本领哦，是金丹点的这个单牌的这个大刀哦，单牌这个大刀哦，来，大家好，我的形象来。哦，大家增加了过来，你快点打开。哦，现在跑跑介绍。咱总监讲了，确实真对吼，就是这套大刀内面美甲真白甲真多吼。无白出手，无白出手吼。你这个做法安怎行，安怎出，安怎收，哦，拢有伊的学问在内面。哦，那应该那就是你。以前我们不是闹着玩的哦，你这个刀一出啊，那一定要有效果的哦。这个蓝牌大刀，我真容易看哦。对，所以咱杨先生的这个大刀来去参加比赛拢真棒哦。这咱特别介绍就是咱泰斗哦，因为咱台中丰原老塑化斋哦，真出名的一间饼店哦，老塑化斋的这个六甲。吕松吉老师一开始好功夫啊，好功夫。那么伊当年啊，有经过台北五大桥练过这个太祖棍所以啊，伊的这个关刀跟后面啊说太祖关刀来，那我们再一次的掌声谢谢我们杨建新先生的这个太祖关刀后来是黄龙正先生的大刀。